主阮相信，伫今仔日圣神，你要搁一摆来对阮来讲话。主阮感谢你，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咱大声，咱做伙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请。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操阮入去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来甲咱边仔的人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学了上帝。真欢喜甲你做伙学了上帝。今仔的透早，咱要用这首诗歌来搁一摆宣告，伫主的内面，咱要活出得胜搁有春的性命。阿门吗？阿门。
来透早，咱要透过咱的敬拜，搁一摆来甲主亲近，阿们吗？阿们。所以咱的心已经拍开，圣神就入来到咱的内面，哈利路亚。我要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举起咱的双手，因为当咱举起咱的双手，咱就拍开咱的心，圣神的能力就要入来到咱的生命中，阿们吗？阿们，就咱来欢喜来吟诗，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我心大欢喜，主良生命，虽然伫世。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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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耶和华的喜乐是咱的力量，阿们吗？
来守望，搁求你做王，应要归你性命。君王降临你家，烈烈转的守望，何山那归你，只管你主耶稣。耶稣，伊是咱的主，咱所信的绝对无落空，阿门吗？当咱伫遮举手在敬拜伊的时，圣神伊临在，耶稣基督伊的救恩就伫咱的中间。兄弟姊妹，当咱伫敬拜了后，咱伫这个时阵是咱大道的时间。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咱知影台湾新学院是上帝所设立，特别为着咱的台湾福音的变传。 透过这新学生的造就，会当互上帝国早时临到。所以今仔日咱的台湾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咱要来孝念这个学校，求上帝来帮咱，互新学院的老师对校长、甲老师、甲学生，拢会当成做一个合一的一个群体，然后带出咱台湾咱这教会领袖，阿妹吗？所以新学院的栽培造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咱要举起咱的双手，咱来为着台湾新学院来祈祷，大大来呼求上帝开来临在伫台湾新学院，咱为着台湾新学院，咱来开声来祈祷，1、2、3。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台湾城是你所祝福的。主啊，你的灵伫阮的中间，主当阮开车为着神来祈祷的时，主你的灵就充满。主啊，伫阮的心内，对你校长、老师以及职工，以及每一位的学生，主啊，你所敬重有上帝你的旨。主啊，你要大大赏赐你的恩典智慧，伫校长甲老师的身上。主啊，透过因会当造就培养出上帝国你的工人。主啊，尽忠伫你的内面。主你啊，照着神啊因的需要、经济的需要、师资的需要，以及这招生的需要，上帝你来拣选来呼召的，绝对无落空。上帝你的开力，你的恩典，充满伫神啊因的中间。当我为着因祈求祈祷的时，上帝你来做这一切美好的事。上帝你的开力伫这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乐主。咱继续来吟。甲隔壁兄弟姊妹，你来甲伊讲，因为咱的欢呼，上帝开力大大临到来；因为咱的欢呼，上帝开力大大临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今仔日用着一个脚步，一个拍开的心来领受，佮继续上帝要互咱的话语。阿门吗？阿门。所以今仔日伫这中间参与的礼拜。拢是上帝所竞选，啊，搁伫直播顶悬的上帝，拢要大大赏赐智慧伫咱内面。咱搁一摆用普爱声，归予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请坐，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14节到18节，阁有25节，咱做伙来共读，请。不过，令我所要予伊的水的，袂阁喙干，因为我要予伊的水，伫伊的内面，会成做水泉，一直沁出活水，予伊得到永远的活命。妇人讲：“先生。”请予我即个水，我才袂阁喙干，嘛免阁来遮抽水。耶稣甲伊讲：“你去叫你的丈夫，带伊来遮。”妇人应讲：“我无丈夫。”耶稣甲伊讲：“你讲我无丈夫，有影。你捌有5个丈夫，现在即个毋是你的丈夫。你讲的是事实。”妇人对伊讲：“我知迄位称作基督的弥赛亚伫要来，伊来的时会将一切的代志甲阮讲。”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的话伫咱的心中，成做咱一生的帮助。只是要请台神张雅慧、张老师、张主任，伊今仔日要来进道的题目是
喙焦的时阵，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午早，大家平安。转来咱因公那像转来后头厝，真感动，真多谢教会古早照顾我的厝，也真多谢教会兄弟姊妹，拢真关心咱的神学院。我头先咧先用一个影片，甲大家报告即马咱台神的状况。才请咱的同工替我来播放一个影片。敬虔的人进入生活每一个角落，伫家庭内面、伫工作内面、伫社区内面，展现丰富的生命力，真实来实践信仰的生命意义。伫台神，这款的态度受培养、受磨练，敬虔的操练是伫知识甲信仰的挣扎中，学习倚靠上帝恩典，继续向前。伫真理的光照下面，看见家己的软弱，因为敬虔，互知识有谦卑的根基，互宣告有温柔的力量，去承接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为学生行过痛苦甲精神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因为敬虔不是一种表现出来宗教的热诚，也是伫破碎中会通倚靠上帝。学生伫痛苦的中间学习的，是要带着伤，会通继续勇敢来行落去，也佫愿意来信靠上帝。咱所会通做的，就是陪伴伊祈祷，陪伴伊哭，互伊知影伊毋是一个人，也毋是靠家己就会通来赢过。迄个时刻就是信仰定军的时刻。也是训练伊会通活出一种信仰的深度，这款的态度是会通来受培养的，慢慢将敬虔内化出一款生活的方式。在台神学习知识，不是为了知道更多，而是一种认识、体认的过程。在课堂上专心聆听老师。还有不同学生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我们学习与人与上帝同行，学习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信仰的力量，让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目标不是塑造一个神学家，而是塑造一个以爱、以真理行走在真道上的牧人。伫我家己过去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真侪时阵拢只有一款对圣经的解读，来遮受装备了后，互我伫服侍顶面，也是伫看待别的代志顶面，会当看见无共款的解读，就袂缩掉。从小在老牧师的带领下，对于宣教有很重的负担跟热忱。所以我选择报名缅甸的短宣。我是去服侍他们，结果最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才是被服侍的那一个。宣教不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它也不只是喊着传福音的口号。金钱的心和知识的力量是我们做宣教的根基。如果我们有金钱、有知识，却没有用行动走出去，我们的信仰只是空谈。如果我们到处去宣教，却没有知识的装备和敬虔的态度，这样子的宣教工作也将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宣教不一定要做跨国，但常常要有跨越心理的界限，这样子的心智，跨文化、跨种族，跨出舒适圈，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群体跟社群中，甚至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宣教可能发生在异国他乡，也可能就在我们城市的街头、社区的长照中心或学校的校园里面。宣教它也不只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活动跟行动，而是长久的委身。因为福音不止于口中来宣告，它要被活出，成为光，照亮在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台湾新行耶稣名是训练愿意委身
用信用回应这个世代的传教者。所以，我用敬虔来培养生命，用圣经来装备知识，将神学教育甲教会事奉紧密结连，培养出备办敬虔、知识、传教热情的属灵工人，然后找牵因行入这世界。各位亲爱的姊妹，阮邀请恁做伙甲阮正做建立上帝国的同花。请恁用祈祷来支持，用奉献来参与，让更较侪生命受到培养，成做主所喜爱的工人，让神学教育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各位兄弟姊妹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新学院的支持。新学院对教育部伫暗了后有真侪提升，有真侪进步。大家即摆咧影片看到的，就是新学院的进步。对我来讲，新学院真重要像我是一个第一代的基督徒，我真侪对上帝有无明白的所在，拢是因为去甲新学院装备然后搁较明白上帝，搁较明白真理，今仔才有法度继续伫咧遮来服侍。所以希望各位兄弟姊妹继续来支持新学院。继续来为阮奉献关心大道。我大家拢知影我那我实在是唔知影家己爱用什么款的心情来有点近乡情怯想讲甲大家小报告我去新学院学习一个心得。所以以下咧就是来报告我学习的心得。我的题目啦叫做喙焦的时阵，即马天气较寒，虽然天气真寒，嘛是会喙焦，透早起来，大家一定会感觉爱啉一点水，那感谢上帝，咱即马喙焦的时阵除了水通啉，还佫有足侪饮料会使啉，即喙焦的时阵爱啉水，毋过你知无？有时咱的心嘛会喙焦，咱的心喙焦的时阵甲喙焦无共款。咱喙焦的时阵是甲水倒落去，不过咱心喙焦的时阵相反，咱颠倒是甲心内底的物件一直拼出来，一直希望会使找人讲话，所以这真侪专业的人拢甲咱讲咱一定爱加入一个支持的团体。咱需要有人听咱讲话，特别是咱咧心内喙焦的时阵。需要有人听咱分享，所以咱爱来聚会，咱爱来参加团契，爱参加小组，爱有人为咱来带导，这是真重要的代志。那伫咧咱的国家有一个福利，就是如果咱也真是找无人通讲话，15岁到45岁的人，有免费3摆的机会，会使找专业的心理师讲话。这一切拢来甲咱讲咱心内喙焦的时阵毋通拢毋讲咱心内喙焦的时阵，一定爱找人讲，爱找人分享。如果真是拢找无人，也是讲一直讲讲了真野仙搁较鼓励兄弟姊妹。如果恁有拄到即款的情形，一定爱找咱属灵的长辈，尤其咱的牧师、传教者。小组长、辅导，因呢拢有因的属灵的专业，会使听咱讲，而且呢引带咱行正确的路，这真重要。不过这找人讲话你可能有一个体验，这找人讲话哪像是咧啉水共款，啉落去过无偌久，伊佫会喙焦。伊佫爱啉，所以找人讲话，过无偌久，佫爱继续找人讲，这就是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咱除了找人讲话以外，千万毋通袂记哩，爱找咱的上帝主耶稣讲话。咱的主耶稣毋若是干那会晓讲道，伫咧正人几啊千人面头前讲道尔。伊嘛是真意爱听一个人讲话，伫咧圣经内底有记载足侪，耶稣咧单独甲人讲话的历史，我上介意的就是耶稣甲撒玛利亚，即个妇人人
讲话的即段历史。即段历史啊，伫咧阮学心理专业的人的眼中，讲这是叙事治疗的经典典范。在耶稣啊，甲即个妇人人的讲话当中，即个妇人人诶，伊的生命故事，互耶稣明白。然后咧，即个妇人人诶，伊的性命都无共款啊。伊规个人啊，有真大的转变。所以伫咧叙事治疗的专家眼里啊，这是叙事治疗最高的境界，这最高的典范。为什么即个妇人人需要甲耶稣单独讲话呢？因为即个妇人人有真侪故事。我想大家拢知影，有一个真有名的故事，叫做有5个翁。各位伫咧现代，你的身边敢有人有5个翁啊？我细汉有一个有名的埃及艳后，伊结婚8摆，有7个翁，伊大概应该是真济吧，所以啊，即个妇人人有5个翁，不过啊，咱现代5个翁可能咧无稀奇，但是伫咧迄个古早，伫咧迄个阁算咧旧约的迄个律法内底，5个翁，这是安怎来咧？真侪人真好奇，就推测讲，伊5个翁啊，可能啊是啥物状况呢？有可能啊，伊恋爱5个人，有个人佫推测，伊可能有迄落较淫乱安尼，感情生活较混乱，恋爱5个人，所以有5个翁。有个人讲伊啊，毋知安怎经营婚姻，所以咧去互5个翁啊休妻了，休妻。伫咧旧约的时代啊，咱若饭煮了无好食，涂骹流无清气，可能翁写一张休书，就甲咱休了。不过我听讲伫咧犹太的传统啊，加敢若会使休3次。休3次再嫁可以，这5次好像不大可能。所以有个人讲伊可能啊嫁5个翁，5个翁拢死去啊。这我嘛感觉真稀奇，因为我逐摆拢想到旧约迄个犹大伊3个后生，带迄个他玛做新妇，头一个后生甲即个新妇做伙过身，搁换第2个后生过身。剩第3个时阵啊，伊就真烦恼啊，就叫即个新妇转去后头厝等，对毋对？所以5个人愿意为一个查某人安尼，毋惊死一直想要甲即个查某人做伙，我嘛感觉真稀奇。所以我家己是编一个剧本，我编啥物剧本呢？我编安尼编讲伊嫁3个，3个过身，因为迄个时阵啊，可能医学较无发达，可能有一寡传染病，所以真正有过身3个。另外呢，伊佫嫁2摆，2摆呢，真的是这个比较不符合丈夫的需求，被休了，即马现任嘛，观察中，这我家己脑补的啦，不管是倒一个版本啦，交往5个人，还是5摆去互离，还是咧克死5个翁，还是像我的版本，不管倒一个版本，我发现呢，拢有一个共同的所在。啥物款共同的所在呢？拢有一个循环的模式。伫咧生命中有一个一直发生的循环。伫咧即个妇人人身躯中。各位兄弟姊妹，你的生命中、你的生活中有不断重现的、不断重复的即款循环的代志无？不管甲啥物人做伙，不管换去啥物款的工作，不管去啥物款的教会，你哪会感觉哪像有一寡代志，拢发生伫咧我的身躯中，而且佫一直重复，毋知有人有发现即款的现象无？我古早咧读册的时阵啊，我就是咧研究人咧会拄着循环的模式。为什么会拄着循环的模式？有真侪原因。上严重的原因啊，叫做厌，厌婚啊、厌酒啊、厌毒啊。当你若心上有一个厌的时阵啊，哇，
你就会做重复的事情，你就会拄着重复的状况，一直循环发生，炎是上严重的。如果咱的身躯若有炎，这就需要用足济气力，才有法度解即个炎。若无咧，佫有啥物原因，互人一个一直拄着重复的代志咧？可能就是习惯，自细汉培养的习惯。这嘛足歹改，自细汉这自细汉我会记得较早我的囡仔自细汉拢喜欢扭耳孔安尼食牛奶的时阵拢扭耳孔食牛奶安尼大汉三不五时就开始扭家己的耳孔，无扭头毛安尼，无就是白掌安尼这嘛足歹改这嘛一直互人咧一直有一个循环的模式。这较无要紧，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影响人较济是有一款的循环。即款的循环叫做内在脚本。伫咧你的心内，敢若有一个剧本，大家有咧看戏无？我细汉拢足爱看布袋戏甲歌戏，我发现自我细汉看戏到即阵，看的戏。不管中国、日本、韩国、台湾，所有演的戏，其实所有的剧情拢有同款的元素。啥物款同款的元素咧？就是一定有受害者，一定有迫害者，一定有拯救者。心理学家研究讲有的人心内有即款的剧本伫咧心内的时阵真侪代志会敢若循环一直发生。咱的心内有即款的剧本的时阵咱共咱即个人就常常会伫咧即个无共即个受害者、迫害者、甲拯救者即个角色安尼游走，一直循环。有时咱感觉咱敢若像咧帮助人，如果咱若对人的需要无够明白，对人的需要无够体贴，硬要用咱的方式来帮助人的时阵迄个人伊会感觉足有压力的，足有压力了后伊可能就拒绝你的帮助。拒绝你的帮助，如果伊若用较刺激的方式，可能你就会感觉足受伤的，你就会感觉你互人拒绝。所以你本来是要帮助人，结果咧，互人拒绝，就变本来你要帮助人，结果你无够体贴别人，你硬要爱用你的方法帮助人，就变做一个迫害者，迫害者人甲你拒绝，你就变做一个受害者，你会感觉讲是安怎？我定定咧服侍人，我定定咧帮助人，最后我拢艰苦坐挂安尼，这就是因为有一个内在的剧本伫咧你的心内。当即个内在的剧本伫咧你的心内的时阵毋若你家己重复一直咧扮演这个角色，你会发现你身躯边的人就会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寡受害者、迫害者、甲拯救者，即个故事就一直演，一直演。有循环的模式伫咧咱的身躯的时阵是真艰苦的代志。真侪人就是意识到咱的心内有一个循环的剧本，所以真希望会使脱离即款的循环。所以为啥物即马足侪心理师、心理诊所拢生理足好的，因为这是真艰苦的代志哪像保罗讲的，我真是艰苦啥人会使救我？这循环的模式伫咧身躯的时阵，如果带来是一个受苦的结果，咱就一直咧循环的受苦中，真艰苦。所以有法度脱离即款的循环，这是真重要的。即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就甲耶稣讲：耶稣要安怎脱离五段婚姻甲5个查甫人做伙，即款5段艰苦的代志，我想伊真希望莫阁发生即马第6个咧观察、咧等候、咧听候，看有一个新的开始无？耶稣甲即个妇人人讲：你着爱用心灵甲信息来敬拜上帝，心灵甲信息来敬拜上帝。伫咧原文，咱知影即个心灵甲信息咧，是伫咧上帝的神、上帝的真理中来敬拜上帝。
不过，我学心理学的人发现，有法度伫咧上帝的神、甲上帝的真理中来敬拜上帝的人，嘛是一个诚实面对家己，用真实的家己来面对上帝的人。所以耶稣讲爱用心灵甲诚实来面对上帝，等于嘛是勉励爱心灵甲诚实来面对家己。心灵诚实。心实的心灵面对家己，伫咧真济即款的心理健康的即款宣传中，拢鼓励人心理若要健康，一定爱真诚的面对自己。为什么会安尼一直鼓吹咧？因为这毋是简单的代志。咱有时有一寡高不相中的代志，无法度来甲别人讲。我今仔就要甲大家讲一件，伫咧当年我老爸过身，我有一件无法度甲大家讲，就高不相中的代志。当年我老爸过身，牧师甲咱上联团契兄弟姊妹拢决定真热情，想要去送我老爸。毋是我拒绝恁，实在是迄当阵我有一个高不相中的代志无法度讲。啥物款的代志呢？就是因为我囡仔的老爸已经离开家庭几若年，因为我的老爸古早对囡仔的老爸有真侪照顾帮忙，特别是伊较早咧开拓教会时阵，我的爸爸对伊嘛有真侪，对阮的家庭有真侪咧帮衬。阮一家拢耐心听候，囡仔的老爸会当回转转来厝内。苦苦等，用真侪的努力，希望会使挽回伊。所以我老爸丧礼的时阵我知影伊有咧注意我老爸丧礼的时间，伊嘛有咧甲囡仔问起阮老爸这个丧礼安排。所以我迄当阵有一个愿望，希望我老爸的丧礼伊会使转来。为着要维护伊的尊严，为着要互伊会当安心来出席我老爸的丧礼，所以我就保护教会任何一个人来参加我老爸的丧礼。所以迄当时是因为即个原因拒绝牧师甲兄弟姊妹来去参加我老爸的丧礼。虽然伊尾仔嘛无出现，毋过我真感谢牧师甲兄弟姊妹的体谅，恁真是无来。这就是为什么咱要心灵诚实面对上帝，面对人是真无简单的代志。有时真正有一个高不相中的苦衷，无法度来说明。搁有咧，搁有时阵咱虽然呢真真实，毋过可能呢惊见笑，可能呢互人呢讲咱无信心，嘛有可能呢，真实的咱家己呢，家己嘛无意爱，无意爱咱的本相，嘛有可能咱毋敢有一个冒险，去过新的生活，所以耶稣甲即个妇人人讲，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神，听起来那像真简单，其实是真困难的代志，真困难的代志。不过，如果若有法度做会到，有信心做会到，人生一定会无共款。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呢，伊呢甲耶稣，甲耶稣的讲话中，讲到伊5段的婚姻，5段艰苦的过往，伊呢诚实来面对耶稣了后，过来伊就无共款啦。伊本来是一个真孤单、真寂寞，家己一个人去饲水，一个真痛苦的妇人人。尾甲耶稣讲完话了后哇，伊就无共款啦，伊就转去城内，甲众人讲，甲众人做伙来看耶稣。即个妇人人，听讲伫咧东正教的耶稣内底记载，即个妇人人要结婚生囝，为着福音。服侍上帝，一直到尾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为主来牺牲。伊伫咧当时的基督徒的教会
基督徒的中间是有一个真水的见证流传伫咧迄个所在。所以一个妇人人，伊虽然呢伊古早有一个真艰苦的历史，有不断重复、不断循环的艰苦的过去。不过，伊心灵成熟来面对耶稣了后，伊的人生就无共款啦。各位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是毋是即马也面对真艰苦的代志，不断重复，不断一直发生真艰苦的代志，无法度脱离迄款的束缚。我邀请你伫今仔用心灵甲诚实来面对上帝。伫较等咱的敬拜中，真坦诚来甲上帝讲，你心内对家己的发现，你心内真正家己的心情是啥物？用即款的方式来面对上帝，无得确，咱就会甲即个妇人人共款，有无共款的人生。各位兄弟姊妹，我古早嘛毋敢甲人讲我的故事，不过我去甲神学院受装备，受到神学院老师、学生的接纳，感受到上帝的怜悯，所以我有法度面对我的过去，今仔也有法度来面对大家，所以我有过一个真无共款的人生。我嘛伫咧遮邀请在座的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期待一个无共款的人生，咱就勇敢来到上帝面前，用真实的家己来敬拜伊。我咧想，即个世间一定还阁真侪人，无介意真实的家己，嘛毋敢用真实的家己来面对人、面对上帝。所以伫遮，我嘛邀请大家来装备。阮台湾神学院毋但会使装备对真理的明白，嘛装备对人的明白。所以阮有灵性諮商组、灵性照顾在职专班即款的科系，我嘛邀请恁来装备，帮助人会使用真实的家己面对上帝，帮助人更较明白家己、接纳家己。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无去弃嫌阮每一个亲像土粉的人，遐尼软弱的人。感谢你用无尽的疼阮，互阮有法度勇敢来到你的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也感谢你，愿意用你国外的气力帮助阮，来脱离迄个不断重复、不断重复的循环，互阮有新的画面的愿望。我感谢你，也求你祝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祝福阮永光教会是一个福音光传的一个教会，复兴的教会，祝福咱永护这个世间的百姓。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人生的过程，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境遇，无共款的经验。总是咱感谢主，因为伊拣选咱。佮有咱愿意受洗礼，然后成做耶稣基督的囝儿，上帝的囝儿。所以，互咱伫拄着困境，毋管你是伫家庭、伫你的工作、伫你的个人，甚至你的厝边，或者是伫即个国家内面，拢有无共款咱目睭看见。身躯所经验的，心理所体会无共款的困境，总是上帝伊讲，我的囝，我的查某囝，你所拄着的，我拢明白。耶稣只有问你愿意来到伫我的面前，我愿意帮助你，你愿意吗？所以伫咱的人会所拄着的问题，人目睭所看的，好像就问题真大。总是把这个问题带来到伫耶稣的面前的时阵，问题就变小，困难就变大。阿们吗？每一摆咱呼求耶稣，耶稣拢会回应咱。咱这个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咱来用这首诗歌，互咱的心搁一摆得到医治，得到快乐。咱每一天拢需要主。每一天，咱拢要活靠主。
你吟的时，你就把你的心交给主，让主完全来包围着你。咱做伙来。主我好大手滚你稳定无阻止，用心实施伊找着你，亲爱的彼陪我好你，较无你，真心较无你拢在你我生命中。主我好大。主我好大手稳你稳定无阻止，用心实施伊找着你，亲爱的彼陪我好你，较无你，心心较无你拢在你我生命中。每一日我需要你。咱举起咱的手，咱承认讲主啊，我有我的软弱，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信心那好让你。内面毋那是富人人，真侪兄弟是讲袂出迄个心内的逼迫，真侪兄弟的艰苦是咱富人人无毋知影的，总是上帝要甲你回应讲，你就是我的囝，我愿意担你的重担。所以伫圣经内面有讲，咱既若好胆来到伫伊面前，咱就是要求上帝的怜悯，互伊帮赞伊的气力。来到伫咱的心上，我需要邀请咱将咱的手放伫咱的心，我需要来为着咱来祝福来祈祷，也为着咱来做医治的祈祷。阿们吗？阿们吗？哈利路亚！咱担当唔免家己担，咱交托伫耶稣内面，伊愿意替咱担，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咱用信心来相信。哈利路亚！主耶稣，你是我的气力。因为你定死伫十字架，你所流的宝血已经洗清我的罪。主，阮所有的重担有真多，拢是对罪来的，甚至是对阮家己放袂落、想袂开，你交伫阮的性命有受真多的捆绑。主，当今仔日透过阮的张雅慧主任老师伊对阮所分享的，伊透过伊甲阮讲。主耶稣，你就是一个医治的。主啊，你既然医治迄个有5个翁的迄个妇人人，总是主啊，原在当阮愿意甲阮的艰苦、阮的困难、阮所思考迄个无法度解决的事，带来到伫你面前的时，主你就愿意帮助阮。你要为着阮开启一条活路。愿多谢主，
主啊，伫阮的中间，阮有身躯病起来，可能毋是阮家己本身，是阮的厝里的人，是我的爸母，是我的家后，是我的丈夫，是我的查某囝，是我的囝儿。主，有时阵阮在照顾，阮会感觉心真无力，毋知为什么阮会拄着这个事。有时阵阮会拄着经济困难、夫妻困难、大家新妇的困难，种种。主啊，我要把这个带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因为阮是有福气的人，阮有耶稣成做阮的困难，有耶稣成做阮的帮站，搁会当伫教会、伫小组内面，有阮的小组长，有阮的牧者在扶持阮，在帮助阮。主，我们你感谢，因为透过阮伫教会内面的集体，阮成做一个合一的团体，就是要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搁会当将这个听。分享伫阮的家庭，阮的家庭就有得到帮助，得到更新，得到快乐，阮的病也得到医治。主，阮相信，阮求就得到，阮呼求就得到上帝你的回应。主啊，阮感谢你，阿乐你，因为你是听祈祷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我的祈祷，愿我心命。我的困扰，愿我为那爱你，永不息落的所爱。我需要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哦，这是你的祈祷吗？若是你的祈祷，你举起双手主啊！我将我软弱的身躯交伫你的手，哈利路亚。失去咱的信心，你是我的祈祷，愿我生命多多归荣耀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扰，愿我为那爱你，永不息落的所爱。大声求，哈利路亚！是我的祈祷，愿我生命多多归荣耀主耶稣。这是我的困扰，愿我为那爱你，永不息落的所爱主的心。每一届你倒转来到伫上帝的圣殿伫遮的敬拜、学乐、领受主的话，就是一个医治的快乐甲源头。阿门。所以咱唔通失去迄个起初的信心。所以上帝要医治你，你爱讲阿门。上帝要医治我，大家讲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信耶稣偌久，咱的问题就会当解决偌济。阿门。这就是天国的关键，唔通摇旗，独信耶稣基督伫你的内面来成做你的快乐甲帮助。现在请坐，咱特别奉献的进前，牧师要来甲咱特别来甲咱讲咱的台湾新学院的奉献的部分。伫咱的周报内面有这张的这个奉献地，有无？咱有看到无？咱家己刻出来好无？好，咱来为着新学院来祈祷，那祈祷咱用咱的行动，就是用咱的金钱来奉献。因为台湾新学院伊大部分伫因的所有学校的支出的顶悬，差不多拢爱透过兄弟姊妹的奉献，所以伫一年支出几啊千万内面，那毋是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安尼每一个人用咱的心、用咱的听来奉献，
若无咱的神学院无法度行到伫呾。总是神学院因为上帝在照顾，所以神学院一直到呾，拢诚做咱的教会领袖传道人培养的足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咱用咱淡薄的气力，咱来奉献，为着咱的神学院来奉献。所以你将你的奉献的金银来甲伊放伫即个奉献袋内面，然后写你的名。OK， 好。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比那是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美丽归来，我打主问信心守完，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你在守拢守你。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请潘牧师事工分享。感谢主啊！今仔日天气要来先讲有落雨，有落雨吼，总是雨水袂拍断，互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吼路上真担心。总是咱来到伫上帝面前，上帝祝福伫咱。有诶年岁较济无方便来到伫遮，伫厝底看直播，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嘛平平祝福伫因的中间，毋管是国内国外，上帝拢甲恁同在。阿们。咱即时咱来关心咱的事工，咱来导读咱伫即个拜咱的圣经，来伫撒母耳上卷。22章第20咯，来，咱来读迄个乌色的字，毋对，爱读红色的吼，来，好，来，请来，所有受压迫的、欠债、心不满的，拢聚集来伊遐。搁一个来，所有受压迫的、欠债、心不满的，拢聚集来伊遐。撒母耳上卷22章第20，这是咱的年度每一天的导读吼。咱即摆读到伫撒母耳的上卷，即个经文甲今仔日咱的讲师伫遮甲咱分享的内容真好呢。你若受压迫的，有人有欠债，然后心常常有迄个压迫，有迄个不满的，来到伫啥物人遐？耶稣遐啦，
所以上帝的安排拢非常的好，拢为着咱量身定做，安排雅慧老师啊，佮有即个圣经在，所以有种种拢在印证讲，咱就是上帝所欢喜的，伊看过咱，阿们。所以无带着重担转去哦，轻轻松松、平平安安倒转的列厝吼。好，过来咱来看咱的消息。雅慧老师，咱拢熟悉对无？你知影伊是啥物人的查某囝？举手一个。好咱的金德兄的查某囝所以伊是伊引带伊的老爸来到伫咱的教会来信耶稣吼。所以咱拢真少年，无需要阁会记的。金德兄坐伫倒位？你看，咱拢知影吼，伊就是坐伫遐吼，迄个过去的迄个印象拢阁真深雅慧老师嘛，甲咱感谢咱的遮个上的牧区兄弟姊妹，一直拢真关心。咱的金德兄伊嘛是一个足古锥的兄弟哦，来到安尼笑眯眯吼。伊真掠伊的查某囝雅慧教授吼真最阳光是雅慧老师，伊伫新航医是咱的灵性諮商系的主任是咱真多谢伊甲咱培养出咱的纯颖对对？纯颖，这是你的老师对吧？纯颖搁咱的平安咱这两位青年送去予雅慧老师伫台湾新航医伫遐受这个諮商系的培养，所以咱即马咱教会有两个諮商老师哦其中一个就是咱的纯颖，然后是咱的平安所以。培养出来了后，毋但有培养后来阁有足好的工作，所以咱的纯颖伊是伫马街淡水淡水的马街病院伫遐做关怀师所以你若需要关怀，拢来找伊这是上帝让互咱永光教会真好的产业，阁透过咱家己雅慧教授，就参像咱的查某囝共款。这就是伊的外家所以雅慧老师咧，常常拢会当来外家互咱看然后甲咱单位咱嘛会当来看见伊伫学校伫遐的服侍非常的水，伫教会伫学校服侍得到真侪人的肯定，嘛栽培出真侪教会的精英，所以这是咱。雅慧教授是咱的查某囝伫新航医遐伫做老师，所以咱爱大气力来支持咱的新航医，逐工爱为着新航医来祈祷好，过来这是咱的牧师去参加 TVBS 电视台因邀请全国大概有100位的牧者。伫 TVBS 因的摄影棚遐的为着国家的祈祷所以常常拢为着国家祈祷，所以这也是咱的教会，咱的目标，就是每一天透过早天的祈祷会，咱拢咧为着国家、为着世界祈祷，所以咱的教会嘛是行伫即个上帝国度的一个祈祷的行列内面好，过来这是昨昏咱的传道部所办的咱的中职。有到伫大稻埕教会，伫遐有迄个训练会，训练会参加的人大概拢总有330个人所以这中级拢爱来受这训练。咱的教会要做长老，要做执事拢爱照伫咱的台北中会传道部的训练来去培训，安尼才会当选长老执事。若无有的长老有的执事要受选。总是伊拢无咧参加训练，安尼是要安怎来服侍人？内面空啦所以为什么咱爱上咱教会的培育学校？咱爱充电，爱充实，互咱家己有迄个信用的好的根基，甲好的品行来才当甲牧者做伙来带领咱的教会兄弟姊妹。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系一个根基的训练好，过来。过来，咱的幸福小组，咱即马是幸福幸福季第1周已经开始所以咱的新朋友开始入场开始进场就是新朋友开始对顶礼拜开始拢一定慢慢礼拜到伫咱的小组，所以咱看到真侪小组新朋友就开始入来咱拢无熟悉，牧师嘛拢无熟悉就是拢这些新朋友，透过小组，因知影原来教会。
遐尼热情，教会嘛会当食，会当啉，啊，然后会当伫遮分享。啉啥货？你毋是啉秘鲁哦，吼，啉饮料，嘛毋是啉酒哦，是啉饮料吼，啊，泡茶，所以这就是咱的教会真好的生活的分享吼。好，过来，就是咱等一个第二场礼拜煞了后，真重要的一个异象的传递，就是有关伫明年新的年度年边就要到啊，所以咱的牧师。伊祈祷了后，然后领受着上帝，互咱眼光教会，过来异象咱的方向要行对倒位去？带领咱规个眼光教会的方向。所以每一个铁三角同工，也各各单位的首长、团长啦，遮个拢总爱来参与，安尼你才有法度去 catch 着。掠着讲，牧师的方向是啥物货？所以兵拢爱对着指挥官向前行吼。所以咱遮个重要的同工拢爱来参加。好，所以咱照这个时间吼，等下第二场结束了，就伫楼顶吼。好，过来有个就是12月初6是即个教会的研讨会，所以遮个同工嘛爱来参与吼，因为要调整伫咱明年度咱规年度时间的安排要安怎来调整吼，所以这是伫12月初6。好，过来咱伫11月23跟23礼拜吼，咱今仔日若是异象传递了后，大家知影牧师的方向，咱的教会方向了后，即嘛咱的各区咱的首长就爱开始写你的计划书。计划书你的事工有啥物内容，然后预算要偌济，所以爱写起来，爱写起来。然后11月23以前，爱交互咱的干事，咱开始要来咱的财务部嘛，照咱逐部的需要，来编迄个每年的预算。所以，咱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组织，而且咱是按照圣神的心意来行的教会，所以咱的同工拢照安尼来进行。好，过来，咱伫11月23要去野外礼拜哦，吼，要去野外礼拜，咱即马报名已经有200几位吼，所以今仔日报名截止哦，今仔日就是迄个优惠啦吼。迄个早鸟价今仔日到伫中昼，要来中昼吗？好，应该到伫延安吼，来继续。过来明仔载开始就是你爱交关来费用，所以即摆早鸟价是一个人1000块，即摆所有的物价拢起价，门票嘛起价吼，所以咱伫即届咱的一个人是1000块，原价一个人是爱1350块吼，所以今仔日报名是1000块，你爱邀请你厝里的朋友。厝里的人，还有你的朋友，透过这个机会，互因来看咱的教会，咱的教会会当伫遮聚会，可以当带出去礼拜，这是一个真侪人真欣赏嘛，真需要一个教会的团体。所以把握机会，邀请你的朋友、厝里的人，还未信主的，拢会当来参加。好，过来才有影片，咱来看者。咱的干事甲咱的团队引起迄个有声音吼，引起这个场刊，咱看者。哇！你给我看到鸟啊吼！哇！因去特别去到这个现场绿世界，你看，操场哦，拢有这叫啥物啊？羊驼，羊驼，唔系羊驼，羊驼吼。内面非常的，互你感觉足清幽的啦。雅慧老师，你嘛当报名，欢迎你。咱的查某囝，全家，这亚伦传道足用的，拢伫遐跳舞，规条路安尼，互你行足舒服的。咱亚拿传道嘛真用，伫遐恐龙遐，这两个干事嘛真用，因伫遐安尼每一个地点拢行过，什么所在咱的商人。咱这长辈行好行无，因拢先去行过。有人讲这活鸡啊，看起来真有肉，迄骹敢若真好食。继续跳舞。哇，伊整个的迄个地点非常的快。咱的同工去遐，你若去到遐，就感觉
足轻松的吼。所以咱迄一天的礼拜咱就有这野外礼拜。咱的干事甲咱的团队因去参看了，因有发现就是，咱爱扎迄个悠游卡，因为吼，咱感觉年会较侪讲我伫遮要行去到遐，我骹拢袂行，所以我无爱报名。我甲恁讲一个好消息，咱来甲咱的悠游卡扎咧，你即个点想要行去到下面，你烦恼骹袂行对无？所以你就会当甲伊刷卡，然后就有车来甲你载。好，有车迄个接驳车，对即点第一点甲你载到第二点，第二点要到第三点，搁无开来通行，搁甲伊刷一下，车就搁来甲你载。好，所以即马整个游园区吼，拢准备甲足好势，特别为着长辈，因为长辈吼，一伫咧厝内面吼，哇，会较紧退化，所以伊嘛鼓励长辈拢行出来，所以毋免烦恼你的骹袂行吼，互咱的心情放轻松，甲厝里的人，甲咱的囡仔做伙带出来，这是上帝为着咱备办的恩典咯吼，所以咱做伙来参加。你甲边仔的人，你也讲，你一定爱参加，来，你甲伊讲，你一定爱参加，吓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哈，好，再来，咱要来公告，咱伫顶礼拜咱有选出咱的中级长老甲执事，长老是李清林甲蔡明谦，执事是方仁邦、杨彩缇甲郑义祥哈，拢总有这5位所以因的任期是对明年1月7日开始到伫2029年哈伫咱的长老执事，咱即马其实因为咱拢小组化，所以事工拢伫小组内面所以咱的长老甲咱的执事所有选出来，因拢真侪拢参与伫迄个小组的牧养内面。若无咱的教会长老的工作，即马是愈来愈少啦。因为咱有干事，搁有咱有小组，真侪同工已经拢分出去啊，关怀嘛拢分出去啊，拢小组咧牧养，所以咱的长老无参像以前，搁有传道部，搁有教育部，毋免，这即马拢伫咱的牧区，搁有咱的干事，拢有真专业咧做，所以咱重视的就是长老。照圣经来讲，你爱参与伫牧养内面，这才是咱做长老执事的意义。所以这嘛是咱的教会咱的组织慢慢转型到即马了后，咱伫迄个牧养甲宣教、传福音，拢是咱的重点好，嘛恭喜这5位咱的冷气准备要来修理到目前有奉献将近要130万，所以慢慢累积咱的金钱咱到一个额度，咱就爱开始来做这个装修咱若开始装修的时阵，咱爱伫外口聚会，可能爱有1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装修爱用1个月的时间好，这个时间搁咧超前好，咱再来等台嘛，为着咱的教会需要来祈祷。过来就是拜祀，要来拜祀因为咱的电梯较旧对吧？所以咱的大楼要进行电梯的施工，所以规工电梯拢袂行，所以像牧师住伫14楼，若要落来买一个7买只，我跟爬14楼干事我若要去处理代志，去银行又敢爱爬14楼，我爬甲无命去所以干脆迄一天，大家拢休困啦牧师嘛休困，拢出去，无咱阁有一个代志，着爱阁爬14楼所以干脆拢出去所以迄一天遮拢无人，遮拢无人，拢休困，因为电梯袂行，所以咱嘛拢出去。但是暗时的小组就照常，因为伊电梯大概修理到3、4点，应该就结束。所以你毋免烦恼讲拜四暗时小组来爱爬几啊人暗时电梯就恢复所以暗时的小组是照常。过来。过来拜二，咱的台北中会的会议所以咱的牧师以及咱2位传道，以及咱的代议长老、国宾长老、永伟长老，拢爱来参加伫即个中会的议会内面。好，咱为着咱的健康，兄弟姊妹，确认姐伊开刀即马伫香河望礁伊车祸所以伫仁爱病院，个思雨彩云
金耀兄咱的信志长老甲国良兄，感谢主咱的信志长老有家真好势，伫厝咧休困，伊即马拢咧看直播伫甲咱 say hello。好国良兄因为伊心中开刀，所以咱为着遮个身躯欠安的，咱常常伫 RPG 内面爱为着因提名祈祷，迄个祈祷互因复原是加添迄个气力甲速度好，上帝来祝福遮兄弟姊妹，好。过来，咱常常伫咱的网站内面来看、来观看，嘛来介绍出去。请咱起立，咱即时来用这首诗歌，咱做伙来请安祝福。来，主来临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我信心来充满你，端方多年年大福气。来，将上帝福气祝福你，祝福你，你的面跟着你，你若充满你，快乐拢福气，处处大福气。搁一摆祝福边仔的人，把你的福气传到你每一个人内面，快乐拢福气，处处大福气，喜乐要充满你。快乐拢福气，处处大福气。今仔日咱的敬拜，咱领受上帝话语，咱心内面有满足无？有的话大声讲阿门。阿门。搁一摆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咱依然徛伫牧师来为着咱来祝福。但愿主比的上帝，怜悯的主，你的恩惠，你的疼，临到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也伫阮的家庭，互阮所拄着的困境带来到伫主的面前，阮就要得到主你的帮助。因为主你讲，囡仔劳苦担重担来就近我就要互你得到安息。主，阮要伫你的内面得到完全的平安，嘛要得到你所有伫阮身躯软弱所有的医治，互阮得到快乐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咱的礼拜暂时到这，大家请坐。Everybody lift him higher, give your praises to the King.